你真这么想做这件事？儿子只是觉得，这么大的事情却假手他人，日后阿玛就是当上了皇帝，儿子也会觉得脸上无光。没想到你竟有这等生明之虑。阿玛，你准许儿子去做了？宫里头那件事，我安排的人还没有做，是因为我还没让他做。一旦有我敕命，他立刻便会去做，而且一定能做成。至于为什么我不准你去做，原因很简单，我绝不准我的嫡亲儿子孤身犯险。可是阿玛，此事不容在意。你或许还有一事不理解阿玛，我为何不把宫中卧底秘密联络的事交付于你？很危险。毕竟你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至少让你知道。啊，那我今日就告诉你，凡事需未雨绸缪。在你流落他乡、尚未归来之前，阿玛就在开始筹划这件事情，所以与宫中联络之事就交给了别人。这你应该知道，如此大的事情，一定要单线联系。知道的人多了，那就不成为机密了。这是一层，还有一层，却是反着说。若是有两人知道宫中卧底的身份，一旦此人被皇上发觉，甚至被皇上捕获，那么究竟是谁向皇上走漏了风声，我就查不清楚了。相反，若是单线联络，却也走漏了风声，阿玛就很容易判断，这个联络人定是皇上派在阿玛身边的细作。陈儿，阿玛说的这个意思，你懂吗？阿玛，儿子明白了。是。哎呦，稀客，您请。怎么着？别人能来，我就不能来是吧？瞧您说的，您是小的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呀！您是王爷身边最要紧的大管家，您能光临小的这小书房，哎呦，我这是在哪儿积下的福分哦！行了，这上家一张嘴啊，那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王爷有时候也想弄点善本的书，你以后有了什么稀罕的，也想着点王爷。哎呦，小的就说嘛，您不来是不来，来了，小的就有了大买卖。那总得看看你弄的玩意儿好不好啊？是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个我看见呢，我家小爷的侧福晋拿着一套书回府，那书是从你这儿弄的吧？啊，可不是，贝勒爷要的书啊，大都是侧福晋来取。可那侧福晋还没走呢，怎么我们家的小爷倒先从你这儿出来了呢？哎呦，这今儿个还真是巧了。小的今儿个是先在外头见着了贝勒爷，就把新书到了的事情先说给了贝勒爷。谁知道后来又见着了侧福晋，同样的话又说给了他。小的以为人家两口子总会互通消息，这来取书的不是贝勒爷就是侧福晋。这谁知道人家还没见着面，侧福晋就先来取书了。紧跟着这贝勒爷后脚就到了，到后来倒是贝勒爷先回去了，说是京城里来了贵客，要招待他们，所以最终拿着书回府的倒是侧福晋。大管家看到的，大概正好就是这会儿吧。可不是嘛，你这不说啊，我还真有点疑惑了。
怎么就为了这一套书，这两口子这前后脚的到你这儿来？可不是嘛，这等事儿啊，还真是巧了，想编排都编排不出来。即使乏了，就睡下好了。啊，不乏，不用睡。真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跟你一起坐轿子。上回来郑家庄，是送枕霞妹妹大婚。跟我一起坐轿子的是林妹妹。我知道，是老祖宗特意指派的，一定要你和平儿一起送亲。可今日一起坐着轿子的，不是我和林妹妹，而是我和你。宝琴，宝琴，我还能不知道你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头，哪个更有分量？我很明白的。可你，在我的心里到底是个冤家，我可怕你怎么办呢？要叫我说呀，姑娘也就别再想着他了，想也是瞎操心。这天都黑了好一会儿了，人家怕是在那边饭也吃了，就睡在那边也说不定。胡说！他今日刚从南边回来，晚间又要睡在外头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这是有道理没道理的事儿吗？反正有薛姑娘陪着他，倒也不会有什么事儿。是啊。有薛姑娘陪着他，我还操什么心？姑娘说什么呢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说清楚哪个回来了？姑娘不是说让我在园子外头守着吗？我看到了秦二爷和薛姑娘都回来了，这才进了园子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都抬脚进大门了啊！哎，好了。姑娘，你看，二爷回来了。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。落轿。二爷，二爷呢？二爷，里面呢？哎，您慢点。哟，这都睡迷糊了。二爷，怎么困成这样啊？他又喝了点酒。这点酒不算什么，我没睡，我能自己走，没睡。姐姐，有劳你了。您这是要回东花园？不，我去恒无院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我走了。您慢走。来吧。快点，伺候二爷休息了。这恒无院清整好了，薛姑娘又住进去了。这就走了，不进去瞅瞅秦二爷了。他睡了，我能瞅见他，他瞅不见我。姑娘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眼里有，是因为心里有；心里有，不见也见；心里没有，见也不见。姑娘又在打禅语。往日不见，人在天涯，
今日不见，近在咫尺，咫尺天涯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斯人不见，却又如何揣摩？行了，揣摩揣摩，什么事儿姑娘都在心里头翻腾，今晚怕是又不能入睡了。小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听着，阿玛依然对我有所疑心。真的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仅没有应允让我帮着宫里的那个内鬼办事，而且他看出来我急于知道那个内鬼是谁。不过我始终打着为阿玛办事的旗号，所以他虽说有疑心，手里却没有我的把柄。那你也要小心，以后千万不要出头。若是让他知晓了真相，他会千刀万剐了你。我知道。这下又是师出无功，下面该怎么办呢？虽说师出无功，却也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宫中的内鬼，如果要动手，一定要接到王爷的敕令。也就是说，那内鬼在等王爷的密令才会动手。对。既然咱们查不出那个内鬼是谁，我们也就只好等着王爷什么时候发出密令。可咱们也不能整天盯着王爷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王爷真的下了密令，可王爷也需要一个能够帮他传令的人。王爷反复强调，他与宫中的内鬼是单线联系，那么就是说，这个联络人便只有一个人。可这个人是谁呢？来，我估摸着，就是大管家送信的，一定就是他。王爷最信任的人，其实在王府里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位始终跟在王爷身边生死与共的大管家。咱们也不能总跟着他呀。咱们不用跟着。可他一旦走出郑家庄，那就很有可能是去传达王爷的密令，而走出郑家庄到京城去，必得走过王府大门外的那条街，必须得经过善本书房。你的意思是派人在善本书房盯着？对，要有专人盯着，最好派3个人，整天轮流的盯着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好，我立刻去布置。哎，还有，要告诉王善本，准备几匹快马，一旦发现大管家出庄，不仅要立刻跟上，还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宫中，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去善本书房了？是的。劳而无功？是啊。或许是奴才我多疑了。现在是无风3尺浪，有风浪天高。凡事有所怀疑，总是不会有大错的。再说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凡事多一个心眼儿，便更加是对的。以后陈儿做的事情，你都要告诉我。王爷的意思是要奴才监视小爷？监视这2字我可没说。那他是我亲生儿子。是。再怎么说，我对他还是信任的。可他毕竟年轻，做事情容易失分寸，又流落在外多年，不在我身边。我知道他的事情多一些，一时也好提醒提醒他。你知道的，我是既当爹又当娘啊。奴才明白，奴才愿意为王爷多分忧愁。
哎呦，赵大人，赵大人呢？哎呦喂，真是对不住啊，让赵大人您久等了。哎呀，不敢，有劳福翁了。哎，坐啊！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个贤德妃呀，今日身子有所不适。怎么？可要紧？哎，不要紧。这御医瞧了，说是要静养。我呢，这就为难了。这赵大人，这要见贤德妃的画儿，我这传，还是不传呢？哎呦，真是难为福翁喽！哎，别，您猜怎么着？我还是传了。贤德妃想了想啊，他这么跟奴才说的，倒不是家父来了做女儿的不能见，而是我猜度着家父要问的事情呢，我答不上来。这么着吧，我去啊，请示一下皇上，看看皇上是怎么说的。赵大人啊，这贤德妃啊，他可就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可是一个字儿都没走样。那颖儿她真的去见皇上了？见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赵大人呐，您可真有福气，皇上这就要召见赵大人。哎呀，真是我主隆恩啊！福翁啊，谢谢你，真是多谢了。不必客气，赵大人。哎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好。赵大人啊，这虽然说是内事，可是我呀，也就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有劳福翁，福翁请便。请便。啊，赵大人，皇上这就召见赵大人，请。好。请。请。禀皇上，赵大人到。请。好。奴才赵府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要问的事儿，让朕很为难。其一，李亲王府有无私自购买西洋军火的特权？如若无有，朕是否曾予恩准？皇上知道此事，大清境内之事，朕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是。皇上圣明。其二，藏匿李家罪产，朕的板子先打了顺公府的屁股，放过了辅公府。对此朕说过，你要能体察朕的苦心。奴才深感皇恩浩大。还有李亲王府一再笼络于你，你与京师四大家族，应该如何与李亲王府交往，才算是得体？你好好考虑。若是不能体察朕的苦心，恐怕就会失去了忠心。奴才叩请皇上圣谕。朕发一道圣谕，要你这样做那样做。朕表明圣意。可你若是不明就里，无法深切体察朕的苦心和用心，那事情还是办不好。该言之，在朕的良苦用心之后，有许多不能言之事。这是在李家罪产事发后，朕始终踌躇之处。然今日贤德妃哀求于朕，请朕把这些不能言、不忍言、不便言之事，多多少少告诉你一些。
以免你走错一步，殃及你的家族。而京师4大家族，赵、李、王、薛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朕以身之言，所以思虑再三，朕谕你去见朕的16叔。庄亲王爷，朕会告诉16叔，请他在早朝后在府上召见于你。你去吧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妹妹，妹妹，秦二爷啊，真是邪门了！秦二爷这么一大早就来了，我家姑娘却是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啊，李妹妹不在啊？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去，她不理我。我问她到哪儿去，她也不理我，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总得有个去的方向，朝哪边走了？给我指指。哎，你来。啊？他就往那边去了。哎呦，这可难猜了。那边有山有水，有大嫂子和兰儿的家，秋谢秋华姐姐住的地方，有凹溪馆和凸壁山庄。我知道了，恒芜苑。薛姐姐回来住了，林妹妹一定是去看她了。哎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去那边去。哎，秦二爷，还真是个无事忙。主子，林姑娘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准定来兴师问罪。我一个人来的，兴的什么事？你若是没做什么错的事，我又凭什么来问？我真没罪，薛姐姐能有什么罪啊？老爷一回来就得了重用，到郑家庄去为老爷办事了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！哪个敢说是罪过？就是这个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去的，宝琴也去了，几乎小半年没见面，一回来不是跟他的林妹妹在一起说话，倒和我整天在一起，一个轿子出去，一个轿子回来。老天爷啊，我这不是罪过，又是什么？薛姐姐说的这个，我倒还真是没有想过。宝琴她要跟谁一起出去，不是她自个儿能做主的。即便她自个儿能做主，我也是管不着的。我不过是来问问，既是去了郑家庄，一定见到了枕霞妹子，她怎么样？哦，妹妹原来不是问宝琴的事儿，倒是问别人。这么说，是我小心眼了，以为妹妹只问私情，不料有颗博爱的心呢。姐姐遇事惯会拔高，不过随便问问，哪就那么高尚了？比如我，若是最好的朋友，好久没见了，准定先问问他的安生冷暖，是不是瘦了，或者竟是胖了。出去那么久，就没给我带回什么我喜欢的东西吗？若是带来了，那就说明，即便他不在我身边，心里总还是想着我的。可若是什么都没有带，虽然我嘴上不会说什么，可是心里头总归不高兴。这还不算什么，若是他不但没带东西给我，反倒带了些有念想的东西给了别人，这是
给你的。怎么会呀？那是我自己的，快还给我！我就知道，又是什么金啊玉呀的。哎呀，坏了，我真是该死！不知道妹妹原是禁不住这么逗弄的。你是在逗弄我？你也不瞅瞅，这金钗我都用了多久了，这里都露白了，岂能是她送给我的？好啊，薛姐姐，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坏。没想到的是我，就那么一句话，你就现了原形。哎呀，你要是再这么耍我，看我可不饶你！嘿，可让我抓住你们了。宝琴，好妹妹，昨儿一天不得闲，今儿一大早去找你，没想到你跑到这儿了。你快松开！啊，我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。你可真是的，平白的让人家笑话。哎，我这哪是笑话你，我这是羡慕你。昨儿个溜溜的一天，我和你的秦哥哥在一起，他就没说过有丁点的好东西送给我。有的，我是有好东西要送给姐姐的，还没得闲说呢。呸，一整天没得闲，鬼才信呢。薛姐姐，你知道宝琴大大咧咧的，她准定带了礼物给你。我就知道你会向着她，到底是两口子。哎，薛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口无遮拦的说？我不管，你要赶紧给我认个错。我可没说错，我不过说的早几日罢了，反正是老祖宗定下的早晚的事儿。哎，好妹妹，别急。二爷，明烟，是老爷，让您快去呢，都等急了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今儿都不让我得闲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轿子都备好了，二爷您快去吧。唉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走。没事的，你先去。我看啊，他倒不会有事儿，倒是你有事儿。我有什么事儿？一个姑娘家，遇事这么沉不住气。我刚才不过逗弄你一下，你就真的来抢我的金钗，就要传出去，羞不羞啊你？啊，薛姐姐，好姐姐，千万别给我传出去，我求你了。那就看你怎么做了。我一定会好好做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？父亲，去见庄亲王爷，儿子也要跟着去啊。今天这个机会，殊是难得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家你早晚要撑起来。皇室啊，王府啊，官衙呀，都要有些人脉，遇事才好疏通。今日能夜见庄亲王爷，还是皇上给搭的桥。以往，咱们跟庄亲王爷没什么交往啊。朝野内外，人人都想与庄王府交往，可人人都巴结不上。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在大清朝，庄亲王爷仅在皇上一人之下。真的？他真有这么大权力呢？权力大小，有时候还真是不好说。庄亲王爷是当今皇上的16叔，你说这算是多大权力啊？当年圣祖康熙爷与杨儒交往，学得许多西洋学问，只传授给了16子，就是庄亲王。后来康熙爷很喜欢当今皇上，那时他还只有10来岁，抚养在身边。没事的时候，就让他的16子把那些西洋学问传授给他的这个皇孙。这就是说，庄亲王爷还是当今皇上的老师，一个皇上的亲叔，一个皇上的老师。这2个头衔，哪一个都要比他那个领军机大臣的权力还要强些。赵大人，请。
请二爷，请。王爷有令，赵府父子后院相见。哟，王爷改主意了，哎，请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爷爷好神见，好神见啊！就是啊，这算什么？你们若是见过14爷的剑法啊，那才当着一个神字。是王爷，来了。哦，快请。奴才赵府赵宝琴给王爷请安，请起。这就是那个贤育而生的宝琴吧？哎，是，正是犬子。听皇上说你很聪明，诗文尤其好。禀王爷，皇上的夸奖晚辈不敢当。学的都是些杂学，于正途无甚益处。哎，也不好这么说。当年圣祖康熙爷亲自教我西洋学问，也是与科举无缘的，可我看倒是有些用处啊。王爷乃是博采天下之学，为我大清所用啊。这么说倒是冠冕堂皇啊。虽说乃清平盛世，文武亦不可偏废啊。你呀，就在这儿跟我的几个孙儿一起玩玩，我和令尊到那边清闲清闲。好啊，好啊。是。好啊，咱们各玩各的啊。请。啊，你看看。哎，来，给我个剑，我看你来试试。赵大人，皇上要我跟你谈的事儿，原本除了皇上自家人，再不与外人道。可今日朝见之后，皇上说你是贤德妃的父亲，你自然就是家里人。啊，皇上恩德天高海深。皇上要我与你谈的，既是与洪熙有关，我倒想先听听你都知道些什么，我再侧重跟你讲些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啊，奴才所知不过皆谈相议。哦，这个好，我呀倒是很想听听，讲吧。可这啊，放心，他们都是聋哑。啊，其实奴才要说的，恐怕王爷早已知悉。乡野街巷的传闻，多是捕风捉影，就是有些实况，怕也口口相传，夸大了许多。哎呀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人们都捕到了哪丝风，捉到了哪些影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传了些什么啊？来，请，请。前些日子，家母不幸离世，奴才扶柩南下安陵。这一路往返，听到的几乎全是这些。一是当今皇帝的父皇，传言者皆大不敬啊！一口一个雍正皇帝，说他的皇位不是圣祖康熙爷传给他的，而是他从自家兄弟手里篡夺的。对此事最知情的是圣祖康熙爷所册立的太子爷，还有雍正皇帝的8弟，还有9弟，和与他一母所生的14弟。所以他一当上皇帝，就把这3个亲兄弟全都给杀了。传言都是传言。啊，这边请。请坐。那些街谈巷议啊，全都是真的。真的？坐下。坐。哎呀，民间传说自然多是传奇，可在这件事上，
大体都是实情。我那个四哥呀，就是雍正皇帝。他登基之后杀兄弑弟，就为堵住天下人的汹汹之口啊！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可他毕竟不能杀尽所有知情人呐。可这些人都是有嘴的。雍正皇帝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怕不敢说；可雍正皇帝死了以后，他们怕什么？所以你听到的传闻都是从他们的嘴里传出来的。所以呀，大多是真相。王爷所言，自是真相无疑。然而，此真相所关涉者，乃当今皇上之父皇。奴才罪该万死，不敢与闻。哎呀，来，起来。别紧张，啊。来，拿着。好。方才所言只是个由头罢了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就是我那个弑杀的四哥，他突然之间生出了恐惧啊。先皇也会害怕吗？他怕得要死，做噩梦，梦见二阿哥，就是康熙爷两立两废的太子，在梦里追杀他，向他索命。拿命来！你还我命来！救命！拿命来！救命！这样的梦啊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做，终于吓坏了他。当年在他的众兄弟中，他最信任的是我。有一天呢，他召见我，把他的梦境告诉了我，说太子阿哥，他变成了一个水鬼，向他索命。他因此要为太子阿哥在海宁建庙，封太子阿哥为海神。那庙建了？我亲自去建的，可后来还是做梦，只是厉鬼变成了他亲封的海神。四弟，皇位是篡夺我的，还我的皇位来！还我的皇位来！噩梦中，太子阿哥向他索要被他篡夺的皇位。这时候呢，太子阿哥已经死了，就算四哥愿意把皇位还给太子阿哥，亦无可能啊。不过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弘皙还在。此前呢，他已经把弘皙软禁在宗人府，并查抄了郑家庄的李亲王府。弘皙的家人或被发卖，或者是逃跑了。总之，这位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弘皙已经是家破人亡了。此前呢，他已经把弘皙软禁在宗人府，并查抄了郑家庄的李亲王府。弘皙的家人或被发卖，或者是逃跑了。总之，这位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弘皙已经是家破人亡了。可幸亏弘皙还活着，让我的四哥呀有个补偿的机会。于是他把弘皙解禁，让他与宝亲王一样，住在规制如太子府一般的宫殿里。这还不算啊！有一天呢，他当着军机大臣们的面，把宝亲王弘历和李亲王弘皙都叫到跟前，宣布了他的旨意。你们都听着，朕对弘皙与朕对弘历一视同仁。如弘皙之才能可以胜任，朕亦将培之为有资格继承朕之皇位者。这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此时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我这位四哥呀，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。他要我再次去了海宁，专门给海神立了碑，并且让我转告他，虽然很对不起太子阿哥，夺了他的皇位，可以后呢，
他会把皇位还给他的后人。天哪，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！说来也奇怪，自从他这样宣布了以后，太子阿哥向他索命索皇位的噩梦啊，从此消失了。果然神明有灵啊！哎呀，没有了性命之忧，我那皇帝四哥就开始后悔他的承诺了。后悔？毕竟是皇位啊，既然已在我手，又如何舍得转手他人？这可就难办了，既惜命，又舍不得皇位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皇帝孙永琏出生了。哦，听说你见过这个小皇孙？啊，是，小皇子聪明伶俐啊。对我那皇帝四哥来说，永琏简直就是他的心肝宝贝。他呀，爱极了这个皇帝孙。有一天，他指着小永琏说：“将来我要让你当皇帝。”我当时没言语，他当然知晓我的意思。如果要让永琏当上皇帝，那你嫡孙的父王，也就是宝亲王弘历，先要能当上皇帝。这皇帝从此还是你家的。可你以前又公然宣谕说这个弘皙也有继承你的皇位的资格，就不怕若你死了以后，再闹出夺位惨案吗？老天爷，这可怎么好啊？他明白我的意思，可他呢又没有办法解决。有一天，他把我们3个军机大臣，我、额尔泰一个，张廷玉一个，再加上我17弟果亲王胤礼，叫到他跟前，宣布了他的续统诏书。你们都给朕听着，朕已将续统诏书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。朕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你们，不管朕以前说过什么，朕一定要让朕的嫡孙永琏当上皇帝，除非他死了，弘皙无继位资格。老天爷，这不是乱套了吗？他就在弘皙的当皇帝资格之上，添加了一个条件：假如朕的嫡孙永琏不幸死了，你弘皙就有资格当皇帝了。这算什么呀？我们这4个被皇帝任命的护储大臣全都心如明镜，无论是宝亲王弘历还是李亲王弘皙，没一个喜欢这诏书。哎呀，这可就埋下祸根了呀！我那4个皇帝不死，大家日子照常过。可4个皇帝一死，麻烦就来了。正大光明匾后面的续统诏书不见了。啊！我们2亲王2军机用了整整7天，试图说服双方，终于这弘皙同意了。但他提出，按照大行皇帝诏书上的意思，当今皇帝的儿子永琏若是死了，那么当今皇帝必须无条件地让出皇位，请弘皙继承大统。弘历他也有一个添加条件，假如永琏果真夭折，他禅位给弘皙的皇权过渡时间为1年。会合双方的意思，写了份正式协议，当面宣读，又当面烧掉，由我们2亲王2军机作保。弘历终于当上了皇帝，如今已经过去了3年。可当今皇上在3年前与李亲王弘皙达成的那份皇帝协议，至今仍是一柄高悬在皇权之上的利剑，不知何时会斩杀下来。就是说，只要小皇子永琏没有性命之忧，那么当今皇帝便无地位失落之虞啊！你能担保小皇子永琏不会死在他皇阿玛前面？不，这奴才不知。若是永琏果真不死，弘皙便不会有夺位之举吗？不，这个奴才不知道。那你能担保永琏
若果真是夭折了，当今皇上便能够按照那份协议，乖乖的会把皇位禅让给洪熙吗？奴才不敢乱想，没人能担保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赵大人，皇上让我把这件事情告知于你，就是提醒你，假如发生了那些不能担保的事情，哎，赵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要站错立场，更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。是，奴才知道。哎呦，今天啊，咱没钓上一条鱼。哎，莫不是那些鱼儿听了我的话，也全都吓跑了？啊，这……来，哎呦，巧儿，来，把这个给我，不许玩这个啊！我要玩。哎呦，当心点，别摔着。哎，老爷，给你看，这个是不是小心小心啊！哦，哎，怎么样？老爷，你看啊，这些都是贵祖上和康熙朝的太子爷交往的信札，这些不打紧吗？这个不能留，凡是与李亲王府沾边的，不管是他祖上的，还是他自己的，全都要烧掉。哎，是。老爷，这活太重了，别让宝琴干这个，还是让仆人来干吧。不行，这些活不能让外人沾手，若有骗旨传到外头，都是不得了的事儿。慢点啊！给我吧。我知道你们都累了，我也就最后再说几句话。把皇上追缴的那笔李家罪产上交朝廷，是咱们家现在的头等大事。继续查找荣哥下落，找到他，把罪产拿回来，这是最好的事情。可咱们不能指望这等好事了，要有最坏的打算。我的意思，明日就查检家产，把那些个用不着的字画珠宝，该卖的卖，该当的当，总要千方百计的凑钱，争取补足皇上追缴的那笔李家罪产。我知道日后府上的日子会艰难，可咱们这一关总得走过去啊。是，知道了。二爷，你醒了？昨儿个可累死我了。可不是嘛，昨晚二爷一回来，倒头就睡下了，这一睁眼，天都明了。哎，那块玉呢？没在枕头下面？没有啊，你自己瞅瞅嘛。哎呀，你放哪儿了？昨晚我一进屋，那个样你也看着了，脱了衣服我就睡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的祖宗啊！你可别吓唬我。不用着急，我昨儿个一进屋就胡乱脱衣裳来着，摘下来扔在哪个地方，少不得就在这屋里。小蹄子们，大家玩呢，到底有个玩法。二爷的命根子，你们哪个若是见了，即便藏起来闹着玩也没什么的，可别真弄丢了，那大家可就都活不成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？我们自然玩是玩，笑是笑，不敢把正事当儿戏。你可别混说，弄不好啊，是你昏了心，
自个儿把东西藏掖在哪里，这会儿又来活赖别人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到底放哪里了？那儿。那儿。也不对。哎。哪儿都有可能。老天爷呀，这大家帮着找啊，赶紧找啊，赶紧着找。是。我这边没有，我这边也没有，我这也没有。昨晚二爷回来后就睡了，之后不知道有谁还来过，或者捡了去。哎呀，要是知道，我去磕了头也要拿回来。这可不是小事，要真是丢了这个，比丢了秦二爷的命还要厉害。好像三爷来过。三爷？对了，我见他满屋乱跑，我还怕他惊扰了才睡下的秦二爷，还给他拿了些吃的，哄他回去了。定是他捡了去，拿去玩了。哎，你们谁去个人，悄悄地把他叫过来，咱们哄着他，叫他拿出来，大家不要声张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那我去吧。哎，大家再去找找，去找找。好，是。二爷啊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放哪里了？哎，慢点儿，姐姐，你不是说有好玩的东西给我吗？三爷是有好玩的东西给你，可你得跟我们说实话。呸！我何时说过假话？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二哥的玉丢了，你瞧见没有啊？人家丢了东西，怎么又叫我来查问？我是犯过案的家贼吗？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是怕三爷拿去了，吓唬吓唬二爷，你们哥俩逗着玩呢。他的玉在他那，看没看见？该问他，怎么问到我？你们个个整天都捧着他，埋汰我，得了什么不来问我？丢了东西就问我，我呸！三爷，你们说这玉能丢在哪儿呢？谁知道呀？那玉有灵性，别是自己跑了。别胡说，玉还能长腿跑了？就是，那玉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啊？就是啊，那他会到哪？哎呀，好了，别在这说了，快去找找，说不定啊，藏在这园子的什么地方了。快去呀！是，快去找找吧。二爷，我都听到了，又是这老婶子闹事。都别找了，从今往后我也不要他了，你们也不用闹。说出去，你们刚才惹了堂哥。他这一回去，必定又嚷得无人不知，这可不是咱们又闹事了吗？小祖宗，你觉得这玉丢了不打紧？要是上头知道了，我们这些人全部就要粉身碎骨了。双儿姐姐，你也不用哭。若是上头怪罪下来的话，硬说我砸了。你说的好轻巧，上头要是问为什么砸了呀，大家还不是个死吗？再说了，若是真个砸了，总要有些砸铺的渣儿。你让我们去哪儿找吗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这没用的东西，不准哭！哎呦呦，你们丢了东西，不自己好好找找，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我们堂哥啊？行，我今天啊把堂哥给你带来了，索性交给你们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。哭还哭？哼，我就知道，你们狗眼看人低，看我是个做小的，就敢随便欺负我家堂哥，老娘也真是倒了霉了，是个人就敢欺负我，我呸！哼，整天的大的欺压着我，这些小蹄子也敢骑到我头上来，看人下菜碟儿啊！谁也不是生来就做小的命，就这么让人欺负着？哼，怎么？太太来了。丢了东西就拿二房当贼呀？不行，也必须跟我说清楚了。今儿我们娘俩就是不活了，也要争个清白。哭，别哭了。太太，起来。那块玉
真的丢了吗？起来，起来！如今礼数没什么要紧，要紧的是赶快找到那块玉。哎，来，起来。哎呀，母亲，这事儿跟他们不相干，是我前日到庄王府去，在路上丢的。哎呦，那为什么前几日不找？我怕他们知道，就没告诉他们。我让明烟在外头找过。胡说！如今你脱换衣服，不是双儿他们服侍吗？日常手巾荷包短了，还要问个明白。何况这块玉不见了，他们能不问吗？好啊，原来是外头丢了东西，赖我的堂哥出家贼呀！住口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倒说这种不要紧的话。你就别瞒哄我了，你的玉啊，昨晚我还见你带着。你都去过哪儿？咱们细细的去找啊。昨晚回来的有点晚，累得很，我能去哪儿吗？就是到林妹妹那儿站了站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里即使没有，定然就是丢到林姑娘那儿了。都赶紧去她那儿去找。哎，别，别去打扰我林妹妹，我不会丢在那儿的。二爷，指什么指啊？指我也不让你们去。二爷，妹妹，你来了。来了也好，我正要到你那儿去瞅瞅。不知太太要去瞅什么？你怕是都听到了，宝琴的玉，或许就丢在你那儿了。没有。你找过？没有。既是没找过，如何便说没有？昨晚宝琴确实在我那儿待了一会儿，可她没带着那块玉。你看到她没带着？嗯。我还以为她先回了怡红院，把玉摘下，这才去了我那儿，所以并没有问她。可宝琴说了，她没有回怡红院。母亲，林妹妹不会错的。你给我住口！你或许看错了。我不会错。你就是不会错，可大伙儿都有这个疑心。到你那儿搜上一搜，即使没有，大家也就放心了。即使没有，为何还要去搜呢？没有是你说的，搜过了，真没有，那才算数。我若是偏不让搜呢？母亲，真不能搜。我林妹妹她最怕乱了。住口！这个家，难道是你说了算？你以为发生什么事，宝琴都由着你，我也得由着你吗？太太，我何曾这样说过？哎，母亲，你不能这么说林妹妹，她受不了。你这个逆子，我说她几句，她就不能受？她顶撞我，我就得受着吗？宝琴，算了，咱不说了，让他们去搜好了。宝琴，走，跟我去搜。哎，对，去搜搜，走。妹妹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她毕竟是我娘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回来了！家里全乱套了，这怎么回事嘛？他们都搜过了吗？还搜着呢，翻了个乱七八糟的。那块玉，它是个物件，总不会自个儿飞到哪儿去。传我的话，但凡你们疑心它会落在哪里，
就到哪里去搜，谁也不许拦着。3天内给我找出来，要是3天还找不到，大家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。太太放心，太太走好。林姑娘，真是对不住了。二爷，您是先回去呢，还是在这儿？我不回，你们也不准回。把我林妹妹家翻乱了，就算完了。这不成，我不准。把翻腾过我林妹妹的东西一件一件给我擦干净了，全都放回原地儿。英儿，你去盯着，如何才算擦干净了？如何才算放回原地儿？你说了算。这下可好了，要不我2天也收拾不完。姑娘，你看这样，双儿姐，那就有了。这件事，并非是你的错。你不是帮英哥，是在帮我。我领你的情。姑娘，你可别这么说。走，跟我来。等他们都收拾好了，妹妹再回去。咱们去哪儿呢？去启玉姐姐那里喝茶吧。原来是在老娘亲那儿受了气，要借我的茶来泄泄心头的火。受委屈的话，可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是，可林妹妹受委屈也是真的。我原以为妹妹受不住，可谁知妹妹比我还能忍。要我说，如今受一受也好，全当是个历练。这日后林妹妹进了你家门，那才真正有她受的。启玉姐，人家受了气，找姐姐来寻个慰藉，你倒又要埋汰人家。妹妹，林妹妹，你真要走啊？就不想知道你秦哥哥的玉到底丢在哪儿了？难不成你知道在哪儿？我既是仙姑，自然能掐会算。我才不信。好妹妹，今儿啊可难得，自从姐姐进了咱们园子，何曾见过她为哪个伏击？今日啊，幸亏我丢了玉，姐姐大慈大悲，才让咱们大开眼界呀。那好吧，看在宝琴哥哥的玉的份上，我便不再怪你。占卜也罢，伏击也罢，总要施主有所求，而且所求之事必得与所施之物紧密相连。所谓心诚则灵，你们可懂？懂。就是说，姐姐在给我们伏击前，我和妹妹是要拜拜神仙的。不仅是拜，心里最想要的，要虔诚莫倒。是，要虔诚。我和林妹妹一定虔诚。别的话我代她说也就罢了，今日林妹妹要莫倒的，必是她的心事，我代不得。我要听你说。是，我必虔诚莫倒。来人，住持，我要伏击，就摆在这屋里即可。是。你都听说了吧？是。真是很邪门啊！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要严查。咱们家呀，人多嘴杂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，明知死无葬身之地，他着了急，反倒要毁了那块玉，给咱们来个打死也不认账。那咱们就不查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不妨明查是一套，暗访又是另外一套。那块玉，宝琴砸了好几回了吧？咱不妨明着这么说，其实宝琴原本就不喜欢那块玉，丢了就丢了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可暗地里，咱们派人去各处查访，有了蛛丝马迹，用些钱财把他给哄骗出来，那时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你说的很对，倒是我急躁了些，就照你的法子操持吧。
爷的那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，非比寻常之物，来去自有关系。秦二爷，玉是你的，你先请吧。什么老石子，丢了也就丢了，带着是个负担，丢了是个麻烦，不如没有的好。墨捣过了，那就来吧。好了，来无迹，去无踪，青埂峰下遗古松。这真是我和姐姐一起写的。胡说，这是神仙所书，假借你我之手罢了。哦，那可它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好像只有一半意思，另外一半的意思嘛，恐怕需要假借妹妹之手。好，我来。原是薛姐姐那里有个金锁，秦哥哥这里有块佩玉，又有那和尚道士说什么金玉有缘。既是有缘，宝琴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？我还记得宝琴在梦里说过的话，我不要金玉之盟，我只要木石之盟。或者宝琴和我都高兴这玉丢了，竟是苍天有眼，从此拆散了那金玉之盟，也未可知。好了，那就来吧。好了。欲追寻山万重，入我门来一笑逢。虽说要千山万水的找，难道秦哥哥的玉终会找得到吗？原以为总会有蛛丝马迹可寻，不料还是天机不可泄露。这神仙的话老是这么玄乎啊！看来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丢又是丢不了的，不知几时不用找便出来了。哎，姐姐，这青埂峰不知在哪儿？天机不可琢磨。那这入我门来，是谁要入谁的门啊？这恐怕也是言语。姐姐伏击时，请的是哪一位神仙？这个总能泄露吧？这个倒可以说，我今日请的是警幻仙子。啊，她呀，嘿，我认得她。啊，我真见过，我在梦里头见的。怎么了？住持，双儿姑娘让我来赶紧告诉二爷，说是院子里的树开花了。这不可能！几时啊？这花应该在3月里开才对。如今是11月份，不是时节呀。所以他们觉得这花开得蹊跷，不知是吉是凶，请二爷问问住持。知道了。姐姐，今日你的道行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啊！大道自然，可这海棠花开得违了自然的节令，倒还真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咱们快去吧。走。这院子里的海棠本来是枯萎了几棵，也没人去浇灌它。昨儿个我瞧见枝头上像是开了花骨朵似的，说给别人啊都不信，就没人理他了。谁知今日这些花骨朵忽然你追我赶的开起来了，我估摸着这也不是开花的节令，就赶紧着叫二爷回来看看，也请住持给掐算掐算，究竟主何吉凶啊？只要花开得好看，管它什么吉凶呢？是不是啊，姐姐？
俗话说，顺其自然，即使花开自然，也只好顺着它。要我说啊，这是老天爷要我们姐妹们再次结社聚首。结社聚首？奇玉姐，你不知道，荣官园的姐妹们头一次聚首，就是开海棠诗社。对，亏着妹妹还能想起来，咱个人的别号还是那时候起的呢。这一回咱们重开诗社，我看就在这里。对，大家还是吟咏海棠，评出花魁来，怎么样？我看啊，咱们把秋华姐、薛姐姐、枕霞妹妹都找来，再加上咱们3个，也能成一个诗社。我是个不会写诗的。哎，这不可能，姐姐好大学问，岂能不会写诗？要我说，这一回呢，大家都不必写新诗啊！不写诗还能叫诗社啊？诗言志，歌咏情。3年前姐妹们的海棠诗中，都是有志有情的。3年后的今日，姐妹们诗中的情志是否全都应验了呢？那些诗，3年前咱们是品评过的，如今再来重新审视一番，岂非别有一番滋味？旧诗新品，这诗社倒是别开生面。奇玉姐既不写诗，那就做我们的社长好了。好，这个我倒是当仁不让。那我就赶紧去找人，准备起来，再到凤姐姐那儿支些银子，弄些好吃的给咱们助兴。好。有意思，好有意思。二爷，快吃饭吧。吃好了还要到太太那边去请安呢。有意思。二爷，旧诗新品，旧诗新品，有新意。有新意。快吃饭吧，二爷。吃好了早歇息，明日大家都来了，二爷好有精神周旋啊。是，好周旋。好周旋。上回开海棠社还是在我的园子里，这一晃都3年了。是啊，都3年了。那一回的海棠是栽在盆里的，我还记得有2盆。是啊，有2盆。宝琴，你病了吗？病了。妹妹说哪里话来？倒是妹妹是个多愁多病的身子。这哪是有病啊，就是更加风痴了。这回咱们就缺枕霞妹子了，还缺一个秋玲姐姐。可不是吗？她嫁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在那边怎么样。还能怎样？听说老是被她男人欺负。哎呦，这女人一嫁男人呢，就给男人埋汰喽。你也是男人啊？我是男人，可是我不一样的。你如何不一样？这个嘛，我不能说。可我林妹妹是知道的。呸！我如何会知道？啊，既是知道。哎呀，你们没见宝琴在说疯呆话吗？都来逼迫我。是哪个逼迫我林姐姐了？我可绝不饶她。妹妹，奇玉姐，妹妹，秋华姐，见过薛姐姐，还有林姐姐。艾哥哥，你可好呀？好啊，我如何不好？好妹妹，我昨日还在想呢，原先一起在这园子里玩的姐姐妹妹们，你是年纪最小的，到最先嫁了出去，我就在使劲想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艾哥哥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嫁到那边去，还是你和林姐姐把我送过去的呀。
如今老祖宗不在了，我今日也不怕告诉大家了。在我出嫁之前，我们家已经被查抄了，是薛姨妈和薛姐姐又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有了个落脚地儿。好了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不提了。来，坐过来。坐吧。哎，今日你如何能出得来啊？我家贝勒爷呀又外出公干了，我一个人，自然是海阔天空了。嘿，既是都来了，那咱们这诗社也该开了。这次的社长是齐姐姐。3年前首开海棠社时，只有我是没参与的。听林妹妹说，海棠社的规矩，一旦结社要互换名号的，不可再姐姐妹妹的称呼。为了这个，我还真做了一些功课，这样才不会把各位的名号给搞混了。今日开社，题目叫做“旧诗新品”，就是3年前诸位写过的海棠诗重新端到台面上来，根据诗人3年前的行止，供大家重新品评。听说3年前的海棠诗，以横无君为第1名。那是大家的错爱。其实萧玉妃子和枕霞旧友的诗，都比我的要好些。也不管以往的评判为何，今日啊是要重新判定的。好，那就依社长。哪个先来啊？依红公子在此伺候着。哎，我记得那一年是洪无君是第一个。是我。来，我来。来，姐姐给你。姐姐，待会儿诗会完了，我想跟你说会儿话。